圣经讲，上帝疼世间人，甚至将伊独生囝赏赐予咱。这是何等伟大奇妙的事！咱竟然会当白白领受主搁外的恩典甲喜乐，总是搁偌济无完全拢是欢喜的代志。对主耶稣来讲，完成救恩的大成，伊爱甲伊所疼的学生来分开，也起沉重的十字架，然后行往死亡。看最后的晚餐已经平凡好势。当主耶稣祈祷的时，咱减袂困去，咱减袂伫灵魂中大声喊我讲：顶伊伫世界。今仔日，当咱自己会庆祝过外一个时，咱减袂安静思想着咱的性命。
是毋是有时嘛亲像无灵主的西门彼得，也是遐个因病困去的学生共款，行行软正呢？总是咱的主，伊犹原疼家己忍耐，伊邀请咱每一位甲伊同坐倒，伊要对咱来讲。恁着安尼行，是为着纪念我。
像伫咱每一个人的生活中，受伤的袂得到医治，黑暗中袂看见光明，忧郁的袂得到安慰，痛苦中袂得到讨放，软弱的袂得到溃烂。总是，亲爱兄姐，咱搁较重要的是，咱会明白，若无救主是一个应影掠看，咱决断无格外忙。天使讲，伊无伫遮，伊已经搁活；伊无伫遮，伊已经搁活。